大家平安，各平安。这是花莲，又称南滨公园。现在，黄昏时刻，带着老爸、老妈跟老妹林雅丽，今天好不容易也来到花莲来看爸爸妈妈，人家散步行路。这个黄昏时刻，很多人会在这边散步。这边的吊顶。好，前面这个就是林在德、邵美丽跟林雅丽三个在那行。每一天的下晡时啊，海边就是这么水，互咱大家看水水海边。欢迎大家有时间来花莲行行嘞。今天浪比较大，影较大。还讲是风台特别来花莲，总是不管啦，也是互人感觉心旷神怡。这边是东边，所以你即摆看到的云的光影是对西边要落山映照过来。这边就是西边山边中央山脉的云的日头倒影过来。头前迄边遐叫做海岸山脉，中间就有花东纵谷。你看海边的影。真大，真水。这都是今仔日的花莲海边，欢迎大家有时间来行行嘞。OK。好，直播结束。这个就是，好吧，既然已经结束，那就这样子咯。谢谢大家。